大家期待咗好耐、好耐、好耐嘅俄烏戰爭終結咧，終於有機會實現啦。咁啊，美國同呢一個嘅烏克蘭嘅代表咧，喺呢一個沙特阿拉伯嘅城市吉達舉行嘅會談啦，已經發出呢個聯合聲明咧。烏克蘭接受美國提出立即與俄羅斯實施呢個為期30日嘅臨時停火建議，而且停火咧仲可以雙方協定再延長嘅。咁啊，美國咧同意就即刻解除咗呢一個烏克蘭嘅軍事援助同埋情報共享嘅限制啊！咁而家咧呢一個波咧就掟晒落去俾呢個普京啦，就睇下普京仲有乜嘢嘅説話講。咁啊，係咪願意去停火？因為咧而家對烏克蘭嚟講啊，先停火係最重要咁樣。咁啊，同時咧呢一個美國烏克蘭咧亦都係希望盡快達成呢個協議，以開發呢一個烏克蘭嘅礦產資源啊！嗱，今次阿 Trump 咧就諗住咧唔理啦，快刀斬亂麻先，咁啊先搞掂咗呢個烏克蘭。咁啊，之前佢已經同呢一個嘅普京傾好晒嘅嘛，咁啊希望佢真係可以暫時撳住普京先啦。我睇佢最近嘅作戰嘅情況咧，佢都盡量係攞多啲地方嘅啫。咁啊，因為呢個普京咧，而家已經係冇乜兵力可以再喺短期內邊啊拓展再打大啲個市場。咁所以咧，佢唔停都唔得噶啦咁樣。咁啊，烏克蘭個總統澤連斯基就表示嚇，佢話而家咧要由美方咧嚟說服呢一個嘅俄羅斯接受呢一個積極嘅提議啦咁樣。佢感謝咧阿 Trump 咧喺呢個會談中表現嘅建設性態度。又喺一段視頻中表示啦，俄羅斯必須表明佢要停止呢一個戰爭，定係繼續戰爭。佢又補充話咧，係時候講出真相啦。呢一個咁嘅普京，咁啊克里姆林宮咧，到咗而家嚟講咧，仲係未聽到佢嘅回應啊。咁我諗咧，而家嘅普京就係佢都唔急啊。佢橫掂咧，而家呢個烏克蘭嗰個嘅攻勢就減弱咗啊嘛，咁啊佢又可以咧睇下自己手上嘅牌有幾多先，慢慢先去同呢一個嘅美國傾。因為點解咧？我諗佢停火係冇問題嘅。而家係最希望係咩咧？停火之後係咪可以傾到某程度上邊美國咧解除一啲嘅制裁，咁對佢嘅經濟啊先至有翻嚟幫助。咁當然啦，對阿 Trump 嚟講咧，呢一樣嘢冇所謂，佢賺錢啫嘛。但係調翻轉咧，喺呢個普京嚟講咧，佢就表面啊梗係話經濟啦，實際上啊最緊要咧軍事力量，因為佢好多嘅嘢係需要去補充嘅。如果你一路係咁樣制裁佢咧，佢搞唔掂啊。咁啊，譬如話包括好多零件啊，剩啲嘢，喂，如果搞唔掂嘅話咧，你同呢一個烏克蘭第日再打嘅時候咁點啊？咩唔夠嘢喎咁樣？於是乎梗係希望咧就喂你得啊，我停火啦！嗱，我既然停咗火咯，你俾啲着數我啊！呢樣啊，我諗佢而家唔再係咧就話要攞到咩地方，佢已經攞到夠啦。佢攞呢個咁嘅地方咧，暫時嚟講又佔咗呢一個嘅烏克蘭嘅領土已經20%啦。咁啊，亦都打通咗條陸橋啦。咁對佢嚟講，攞多少少，攞多啲啲已經冇乜意思。因為點解？最緊要佢可以喺佢自己嘅國內宣告咧，佢已經打勝仗。咁啊，用咗幾廿萬條人命，咪換出咗佢自己呢一個咁就一個威名啦。即係話，我喺歷史上面勁啦。嗱，我代表呢個俄羅斯，我立咗啲土地翻嚟咁樣。咁啊，其實呢啲係好舊嘅思維嚟嘅，冇乜意義咁樣。一陣間再討論樣。但係咧，對阿普京嚟講咧，佢就係覺得，哇！你睇下，我真係犀利啊！為呢個俄羅斯幾厲害啊嚇，又開拓呢個疆土啊咁樣啲嘢。好啦，咁啊睇翻呢一個嘅俄羅斯咧，我相信咧佢真係希望同美國身上咧攞多啲着數嘢，咁跟住咧佢就會停火啦咁樣。咁當然啦，即係改善翻嘅人民嘅生活，對普京嚟講呢係其次啊，佢都唔理啲人嘅生死嘅。喺普京眼中係最緊要咩啊？攞停戰嗰陣時候咧，盡量可以加強下軍備，咁等下次咧再有機會佢又入侵呢一個烏克蘭啊或者其他嘅歐洲國家嘅時候咧，有更多嘅優勢。嗱，目前嚟講咧，形勢咧已經係徹底改變咗啦。因為美國嘅表現咧，令到歐洲咧就團結起嚟，即將咧集結有幾萬嘅歐洲安全部隊，咁啊由英國同埋法國為首咧，就用啲飛機咧去覆蓋喺呢一個嘅烏克蘭嘅領土上邊，咁啊令到呢一個俄羅斯冇辦法有空中嘅優勢啦。咁啊無論你有百幾架嗰啲歐洲嗰啲戰機，
就係啲俄羅斯啲飛機出出嚟都俾人打，當打着雀仔咁打啦，冇得打，冇得鬥啦嘛。咁啊呢個咧就係阿澤連斯基渴望咗好耐嘅渴求啦。因為點解咧？你能夠拉得到成個歐洲過嚟咧，呢一個嘅烏克蘭先至有希望㗎。咁啊而家咧就見到全部嘅歐洲都撐烏克蘭，咁啊唔再係即係為單單提供武器。你知唔知喺打仗嗰幾年咧，即係由零開始嗰陣時候開始啊，德國咪俾啲咁嘅嗰啲鋼盔你就算數咁樣啊，大佬啊頭盔點打仗啊陰公。咁啊於是乎咧一路捱到而家，喂你見英國咧由頭到尾都咁支持啦，法國同埋呢一個嘅德國曾經一段時間好猶豫啊，而家都全力去支持。因為點解？知道啦，太清楚啦，俄羅斯又不斷去抗軍係咪先啦？都話明啦。未來咧要增加幾十萬嘅軍隊啊！咁我哋做咩啊？咁我哋再打過啦！我哋食飯咩？咁於是乎歐洲清楚啦，唉唔好嚟啦，真係嘥氣啦！已經一定要即係呢個裝備自己嘅軍隊啦！你唔係再冇得搞啦！到時咧陣間俾呢個俄羅斯吞鬼埋添啊！於是乎咧歐洲咧就全力支持呢一個烏克蘭。咁啊，更重要係睇到咧，即係呢一個嘅歐洲各國全力支持呢一個嘅。抵擋咧烏克蘭全力支持烏克蘭抵擋呢個歐洲呢個俄羅斯入侵嘅時候咧，大家咧就而家都好明白咧，因為咧太多年冇打仗啊，佢歐洲國家個兵力唔係咁多，但係咧烏克蘭就有40萬大軍。哇！有呢40萬大軍先至可以阻截到呢一個俄羅斯嗰啲軍隊入侵啊嘛，所以咧有埋呢10幾個歐洲國家聯合支持啊，俾啲最先進嘅武器咁樣啦，又跟住有資金上面支援啊咁樣，咁呢一俄羅斯咧就基本上係好難再衝破咗呢個咁嘅障礙去進入呢個烏克蘭啊，因為你一打等同係從10幾個歐洲國家一齊打，冇乜分別嘅啦咁樣已經。咁啊，法國咧召集咗30幾個國家嘅軍方嘅首腦，就喺巴黎嗰度會議。你睇下，由英國倫敦啊，去布魯塞爾啊，然之後跟住到呢一個巴黎咁樣，不停有呢啲唔同嘅即係歐洲嘅峰會喺度開嘅。你諗下幾誇張？咁啊討論如果咧烏克蘭同呢個俄羅斯達成咗停火協議，咁跟住點啊？我哋咧各個國家咧願意咧為烏克蘭嘅安全做出啲乜嘢嘅？即係貢獻咧，特別係為烏克蘭咧要組建一支國際安全部隊。究竟邊個國家能夠派軍隊去啊？佔幾多人啊？咁樣幾乎咧所有嘅北約國家咧嘅陸軍參謀長咧或者係代表都出席咗呢一個嘅軍事會議嘅。但係咧美國就冇獲到邀請喎。哇！呢一樣嘢咧歷史上嚟㗎，未試過啊，大佬。一個法國嘅軍官咧就喺度講，佢話咧美國未獲邀請咧係咧。即係因為歐洲嘅國家想要證明啊，我哋自己係有能力承擔停火之後維護呢一個烏克蘭安全框架嘅一部分責任。冇咗美國，我哋一樣都可以 run 嘅一路呢個嘅安全責任係一樣可以保持到嘅咁樣。咁當然咧，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就係歐洲都要證明下喎，俾美國睇啊！喂，大佬，既然美國決定擺脫我哋歐洲咁樣，喺呢個角度咧就應該冇佢嘅位置啦。你美國走啦，唔好理啦咁樣啲嘢，你亦都要預咗啦。阿 Trump 而家都話隨時都係離開呢個北約啦，咁於是乎咧，你走就走啦咁樣，唉唔送你啦咁樣。咁我哋自己歐洲咧就去保護翻啊！其實喺比較北面嗰個嘅，即係譬如波羅的海三國啊，成嗰啲嘢都仲係好靠呢一個美國嘅兵力咧，係幫手去攔住，有成10萬兵喺度啊！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點樣去做好自己嘅即係疆界嗰個嘅守護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難題，因為冇咗美國人啊嘛，點樣去買多呢個武器啊，頂住佢咧？呢一樣嘢係好重要，好重要啊！咁啊〜英國嘅就傳媒上個月講咧，就話咧歐洲好多國嘅軍方領導人咧考慮咧，就幫呢個烏克蘭咧就建造呢個3萬人嘅保障部隊，即係維和啦。咁啊部署喺呢個烏克蘭嘅東部戰場前線以及咧外圍嘅地帶。咁啊重點係依靠空中力量對俄羅斯形成震懾啊！嗱，你唔好走埋嚟啊，炸晒你咁樣。啲部隊主要係由英國同埋法國牽頭，因為佢哋咧有120架咁多嘅戰機咧已經係準備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咁啊好多支持俄羅斯嘅人咧都會話：哎呀，你哋啊北約啊東擴啊離晒譜，邊個東擴先啊咁樣？你東擴啊嘛，咁人哋梗係要抵抗㗎啦咁樣。哦，你東擴佢就抵抗，原來係咁樣嘅。
你哋啊逼近咗俄羅斯嘅邊界啊，人哋梗係打你啦咁樣。嗱，首先咧，其實咧從來都冇任何嘅西方國家簽訂過任何嘅有約束力嘅文件咧，話應承俄羅斯咧嗰啲咩脫離呢一個嘅以前蘇聯個體系嘅嗰啲國家，譬如啲波羅的海三國啊、波蘭啊、捷克咁樣啦，就唔可以加入呢一個北約組織㗎。嗱，因為佢哋啲國家加入北約組織，咁北約咪就好似東擴咁樣啦。因為咧佢哋加入咗嘛，你都係成為咗呢一個北約一部分咁樣。呢個咧就係一路以來咧就俄羅斯自己噏出嚟嘅理由嚟嘅咁樣。有一大堆人又信咗，根本咧你咩東唔東擴啊，大佬，人哋個國家，喂，我係自由嘅國家，我自己有我自己取態噶嘛，我中意加入北約啦，關你鬼事啊！咁啊北約自然就大咗，你話東擴喎，咁啊即係成世呢一啲國家都唔可以加入呢個北約，冇錯啦。喺俄羅斯嘅眼光就係咁樣，加入去北約就唔啱，咁就係東擴啦咁樣，咁冇得拗，因為點解呢個係咧？即係大家嗰啲嘅國家佢自己本身嗰個嘅決定嚟嘅，因為點解加入咗去北約之後咧，加入咗咧歐盟之後咧，大家越嚟越有錢啊，越嚟越好啊啲生活係咪先？即係波蘭而家幾鬼成熟嗰啲經濟，唔通再跟翻住你俄羅斯嗰陣時候窮到死好咩咁樣？嗱，呢一次咧就進一步咧威脅咧俄羅斯啊，對俄羅斯嚟講，於是乎咧呢一個就成為咗普京佢入侵呢一個烏克蘭嘅藉口，就話你東擴嘛，咁我咪打你咯咁樣，唔係點啊？到時你打我，我先至反抗啊，唔掂咁樣，呢啲咁嘅理由好笑啊！真係點啊？點解你講到我打你？哦，因為咧我防止你打我啊嘛，所以我打咗你先咯咁樣，咁幾得意，呢個咁嘅道理都得咁樣。好啦，咁啊。烏克蘭咧就其實咧以前咧俾佢打之前佢冇加入北約嘅，要求去考慮下啫咁樣，但係咧唔理咧。普京話：我咪打咗揼咗你先啦咁樣，跟住你又唔應承話，即係唔入侵嘅，但係咧轉頭咧佢又派兵去打你啦。嗰陣時候咧明明係排晒軍隊喺度啦，美國都話佢隨時打啦咁樣啲嘢。咁啊呢個烏克蘭嗰啲人好大路份咧，全世界啲人都唔相信啦。烏克蘭亦都話：你唔會係咪啊？喂，要打仲打而家，喂好離譜啊！係啊，普京就係咁離譜啦。咁啊之後啊講乜鬼嘢東擴啊，只不過係咧掩飾侵略嘅藉口嚟嘅啫。呢啲係毫無意義嘅，即係呢啲人啊相信啊侵，咪相信啊普京講呢個咩東擴都好笑真係。喂大佬啊，每一個國家有權去參加唔同嘅組織噶嘛，你咁惡嘅咩係咪啊？哦，我係你鄰國，你就唔能夠啦，即係走去參加呢一個嘅即係北約組織啦。如果唔係咧，就等於北約東擴啦咁樣，黐線咁樣，又唔叫你噏啊！好啦，俄羅斯咧已表明咧就係喺呢一個嘅。表現向西方講咗啦，喂你咧喺呢一個烏克蘭駐軍係不可接受。嗱，不可接受嘅意思咧就唔係代表咧唔可以停戰嚇，一樣嘅啫。咁啊外長拉夫羅夫咧曾經表示，俄方係絕對唔接受允許係北約喺烏克蘭駐軍嘅和平協議。咁而家究竟嗰個駐軍會點樣嘅形式去做咧？呢個咧暫時係未定嘅，但係咧。最多咪喺個邊界度啦，波蘭地方度啦，隨時咧你有咩依喐咧，佢咪衝入去啦咁樣，好簡單啫呢啲嘢，飛機好快到啊！咁喺呢種咁嘅即係拒絕嘅藉口咧，已經咧就呢一個嘅俄羅斯啦，唔可以作為咧抵擋到呢一個嘅歐洲維和部隊進入呢一個嘅烏克蘭㗎啦。大家真係講數咧，所以佢而家點解唔肯同你傾話即係停戰咧？佢係希望包埋一堆嘢啦。咁對於但係咁樣啊，呢一堆嘢同美國無關喎，美國啊冇辦法都去阻止到喎，死唔死啊？美國仲話以前咧就之前咧話，你哋歐洲去啊，你用維和部隊擺喺度，我唔介意啊咁樣啲嘢，你係鑊金啦咁樣。咁啊，美國點樣調停咧？唔知佢啦。咁啊，對於烏克蘭嘅領空展開保護嘅係呢一班嘅歐洲啊，最主要係法國同英國嘅空中啊嗰啲部隊啦。咁今次咧已經造成咗一個既定嘅事實就係咩啊？烏克蘭其實喺某個角度嚟睇咧，佢已經正式加入咗呢個歐盟嘅陣營㗎啦。只不過而家大家唔係呢圖啫嘛，唔講呢一樣嘢啫嘛。實際上佢咪已經加入咗去咯，係咪先啦？因為點啊？如果唔係你唔加入，我點樣保護你啫？咁成日而家攬埋晒一齊㗎啦。呢一個普京睇得好清楚㗎啦。所以咧，佢一路咧唔俾呢一個嘅即係烏克蘭進入呢一個嘅北約。而家唔緊要啦，美國走咗啦咁樣，佢呢個 NATO 咪又開第二個名出嚟，然之後立咗呢個烏克蘭去咪得啦。實際上面而家就係咁樣，唔使起名
係啊，我幫你有咩嘢嘅時候撐到你行，因為點解冇咗烏克蘭咧，就成個歐洲咧跟住就真係瓜老襯啊，大佬嗰度40萬大兵啊，頂得住呢個俄羅斯嘅，起碼你有幾廿萬大兵去頂住佢啦，係咪先咧？就俾武器佢，佢就死人又唔使你賠錢咩成，哇你死咯！你而家你英國嘅揾幾廿萬兵，哇真係〜淨係養呢批兵嘅死得啦，真係，所以咧都係靠烏克蘭好過，俾啲武器佢哋有着數啊！所以咧呢一個嘅歐洲就話唔理啦，我哋都要出兵嚟幫佢，真係就頂住啦，唔頂住咧就鬧交咁樣。好啦，呢一個俄羅斯咧一直希望咧就將呢一啲離開咗佢哋以前獨聯體呢一個蘇聯嗰個嘅情況，呢一班咁嘅以前嘅即係佢哋屬於佢哋一部分嘅國家咧，希望逐個擊破，立翻晒喺佢度，就成為咗一個哇大帝國嘅版圖。呢一個嘅情況咧，似乎咧越嚟越唔現實啦。和平正式實現之後咧，俄羅斯就要同歐洲作出一個正式嘅軍事競賽，因為咧佢嘅敵人已經唔係淨係烏克蘭，當然啦，烏克蘭咧同係死敵嚟嘅，但係成個歐洲都話 back up 呢一個咁嘅烏克蘭，咁啊點咧？咁即係話咧，大家一齊要軍備競賽，呢一個嘅俄羅斯能唔能夠喺個經濟咁差之下咧，就可以同呢一個嘅歐洲作軍事競賽咧？所以咧，阿 Trump 都講咗咯，哇發達啊，好多生意做啦！因為點解咧？俄羅斯好自然希望啊啲資源又好啊，啲商業都會同美國合作。哇，歐洲幫唔到我啦，唔肯幫啦，仲俾錢我使咩？咁啊，美國你過嚟啦咁樣，所以 Trump 好開心啊，快啲摩拳擦掌，哇！入埋去俄羅斯揾食啦，發達啦咁樣，呢個咧就係阿 Trump 嘅心態，即係去諗下，哇大佬做幾年都好啊，揾錢揾到癲咁樣。好啦，咁啊俄羅斯咁樣去同呢個歐洲作出競賽，究竟喺呢個軍事競賽入邊，佢有冇可能贏呢？我覺得咧真係太過細機會，因為點解？佢其實已經好虛弱㗎，而家好多前線啲軍隊死到七七八八咁樣，點可能從成個歐盟啊作出呢一個競爭呢？你要有錢有資源啊嘛，你同埋咧我都話啦，佢中間咧走咗好多咧，哇！你捉佢去當兵，啲後生仔走晒啦，走晒鄰國嗰度唔翻嚟㗎啦，係啊，除非係普京死咗啦，如果唔係嘅話，大家都唔肯翻嚟啊！點知啊，大佬咩捉我上去戰場，唔制啦！咁啊，於是乎咧，佢有一班嘅中流砥柱啲後生仔咧，見唔到呢一班好多係做互聯網啊，做唔同嘅即係呢啲新科技啊，咁啊令到呢一個嘅俄羅斯咧損失咗好慘重。咁好啦，喺可見嘅將來啊，歐洲嘅整體嘅國家軍事力量啊，將會大幅度提升啊，亦都表示咧俄羅斯抗戰版圖嘅春秋大夢啊，基本上已經係完結啦。無論如何，我哋都祝福呢一個嘅即係澤連斯基啊，同埋呢一個烏克蘭啦，唔會再受到呢一個嘅戰事嘅攻擊啦。咁啊，歐盟執行委員會啊，馮德萊恩呢，就喺呢一個嘅歐洲議會度咧就發表講話。咁佢就建議啊，將1500億嘅總共籌措8000億嘛歐羅啊，你記1500億歐羅啊，即係萬幾億港紙啊，咁啊嘅國防基金咧，只係能夠買呢個歐洲公司嘅武器。嗱，大家咧就唔好再買美國嘅武器啦，我哋買歐洲嘅武器，益翻自己，哇，着數晒。馮德萊恩咧就話咧，呢啲貸款啊應該係資助歐洲嘅軍火商購買佢哋嘅武器，我哋互相買，咁啊幫助我哋大家一齊咧提振我哋嘅國防工業。嗱，所以咧我都話咧，呢一個美國退出歐洲咧，愚蠢到不得了，呢啲生意就冇噶啦佢。好啦，馮德萊恩咧咁嘅表態意味住咧呢一啲錢咧係淨係愛嚟同歐盟國家同埋其他志同道合嘅歐洲國家，即係好似英國啊、挪威啊、瑞士啊，佢各自有出呢一個唔同嘅兵器，但係唔屬於呢個歐盟入邊噶嘛。咁啊，作為呢一個背景咧，歐盟執行委員會咧就提議從歐盟預算中咧撥款1500億歐羅。就提供俾呢一個成員採購武器，大家都揾一大堆武器，因為點解你唔可以其中一個窿俾佢打穿咗，咁成個歐洲就危險啦咁樣。好啦，咁啊歐盟即係呢一次咧就已經係立定心腸啊，對呢一個嘅俄羅斯要完全抵抗啦咁樣。好啦，面對美國政府咧對歐洲地緣局勢立場突然間改變，就係呢個 Trump 嘅啫。
咁啊，歐洲咧個國家淨係迅速咁樣投資增強呢一個防禦，所以我都話啦，經濟喺呢段時間將會起飛咁樣。但係咧，市場一度認為咧，歐洲嘅國防基金大部分咧就會買呢一個嘅美國軍火商啊，咁啊，所以咧之前啲股票升啊，而家有排跌啦，陰公啊，咁啊大件事啦。咁啊，其實咧以前咧呢一個嘅歐盟北約咧，應該係NATO喺過去5年入邊咧，其實就大部分都係買呢一個美國嘅軍火嘅，總共咧佔佢所有嘅成2/3咁多嘅。咁啊，而家馮德萊恩提出，咦？我哋歐洲人用歐洲貨，咁啊呢一個咁嘅新嘅 idea 出咗嚟之後咧，梗係開心啦，係咪先咧？好多人都可以做到生意咁樣。咁啊長期強調呢一個戰略自主性嘅法國咧咁樣，主張限制歐盟以外嘅地區嘅支出，重點係減少從美國購買武器嘅數量。即係話咩啊？喂，我哋而家既然有一大嚿錢啦，就減少對美國依賴，唔好俾個着數，我哋盡量買翻自己啲嘢，搞翻掂自己嗰啲嘅武器。於是乎咧，啲錢就留翻喺歐洲，佢又繼續又再生產更多其他嘅嘢。咁啊，法國歐盟事務部長咧就講啦，歐洲嘅資金應該流向歐洲嘅工業。嗱，你睇下而家非常之本土化噶啦，已經係即係變咗另外一個 Make Europe Great Again 大件事啦咁樣。呢個唔單止有助佢哋公司方面嘅提升呢一個產能啊，話你歐洲方面啊，而且能夠保持對武器使用嘅技術同埋知識嘅控制權。嗱，呢一個好重要，因為好多武器咧，佢哋唔可以借俾人哋或者係送俾人哋嘅，佢得唔到呢個美國同意唔得㗎。因為點解？好多維修啊、零件啊、成呢都仲係靠美國，所以一定要擺脫美國嗰個嘅即係限制。咁你諗下啦，美國嗰啲軍火商有鬼都撈咩？以後就靠翻自己本地歐洲嘅軍火商啦。今次呢個世界真係完全逆轉啦咁樣。好啦，法國官員表示啦，佢哋更傾向於完全唔買呢一個嘅美國武器，梗係啦，大佬。法國同埋呢一個英國出嘅武器係多啲嘅。好啊，我哋唔好買啦咁樣。德國出戰車啦咁樣，同我哋買啦咁樣，係啲大國幾開心咁樣。好啦，咁啊。而仲包括咧唔購買美國許可嘅大陸生產嘅武器都唔好買，因為點解？嗰個都係要美國嘅拉神嘅，不如咧我哋自己完全去製造就 OK 啦咁樣。咁啊德國啊要求更多嘅靈活性，主要係關於許多好多呢個歐洲嘅大型軍火企業咧喺歐洲以外咧有深厚嘅供應鏈，咁即係話咧佢可以喺外地嗰度購買到，但係呢一批嘢咧都係其實歐洲嗰個嘅公司嘅咁樣。好啦，美國決定退出呢個歐洲咧，唔再負起防衛嘅責任，咁啊，即係於是乎咧就唔對付呢個俄羅斯喎。結果咧就係首先咧失去咗成個歐洲嘅軍火供應即係市場。你諗下，今次呢8000億歐羅冇1毫子有佢份㗎啦。好啦，大家肯定咧會將美國嘅武器咧慢慢淘汰，唔再願意接受佢嘅掣肘啦咁樣。咁啊，今次美國突然間停止供應武器俾呢一個烏克蘭咧，亦都唔同佢分享呢個情報，令到咧歐洲人睇到啊，哇！絕對唔可以依賴呢一個美國嘅，甚至唔可以絕對信任佢美國，因為咧歐洲人咧要歐洲當自強啊！喺購買軍火方面咧，剔除咗啦美國先，因為咧佢係一個完全會突然間咧轉變嘅人啊！哇！呢一個咁嘅信任唔係100%㗎，唔好再俾錢佢賺啦咁樣。呢種咁嘅取態咧，肯定會慢慢蔓延去成個歐洲其他所有嘅貿易，所以軍火只不過係開始啫。好啦，整個嘅俄烏戰爭咧可能會過一段落嘅。咁啊，俄羅斯咧佔領咗佢即係烏克蘭啊，大約20% 嘅土地咁樣啦，成功嘅擴展咗佢嘅疆土。咁啊，普京會大肆慶祝話自己勝利嘅咁樣，呢啲咧侵略者咧真係俾佢有咁嘅有一日咧，真係實在係太過離譜啦。咁但係現實上咧，呢啲勝利咧並唔係好似即係普京睇到即係咁重要。點解咧？因為佢今次嘅戰勝其實咧係有咗好多代價。第一咧，佢已經引到呢一個歐洲咧就完全加入去烏克蘭嘅陣營度。於是乎，而家俄羅斯面對嘅已經係整個歐洲嘅，即係作為佢個敵人咁樣。咁啊，你諗下之前咧未開火嘅咧，未開戰咧，歐洲啊長期買佢嘅石油、買佢嘅天然氣，令到佢經濟非常嘅舒服，慢慢去蓬勃。而家冇晒，以後都唔會有。
跟住咧就可能同呢個加拿大買啦咁樣。好啦，又失去所有呢歐洲同俄羅斯之間嘅貿易，因為咧佢哋嘅貿易係非常非常之多同埋繁複嘅，而家冇晒全部，從此咧長期對敵，咁啊對俄羅斯嘅經濟嚟講啊打擊非常非常之大。俄羅斯因為呢次嘅戰爭咧失去咗一半嘅軍事力量。咁啊，你啲船差唔多冇鬼晒咁滯，好搞笑嘅啫。好啦，咁啊死咗呢一個嘅幾十萬人，重傷嘅當然係更多啦。嗱，有好多咧仲係咧最精鋭嘅部隊，即係開始嗰陣時候咧，嗰啲突擊啊，嗰啲啊喺個機場嗰度啊，俾呢個俄羅斯嘅成架嗰啲直升機係咁喺空中度打晒落嚟，開火都冇機會啊，全部已經死晒。咁要重整呢一支嘅大軍咧。好老實啦，喺經濟條件咁差咧，有排搞啊，絕對係極之困難。但係反觀咧，你睇下有呢一個嘅歐洲嘅國家嘅支持咧，頂住俄羅斯，咁啊，即係你會睇到咧，即係烏克蘭佢自己嗰個增長之後咧，喺呢一個嘅軍事力量度咧，會係好快好犀利。梗係啦，大佬歐洲咪希望咯，俾多啲好嘅武器你啊，幫助你啊，咁你咪走去最前，喂你頂住啊，你頂住歐洲你。即係國家就唔使驚啦嘛，有你頂住最好啦咁樣。所以咧，你最好行去前線搞啦咁樣啲嘢。而且咧，歐洲人啊去前線都仲係有好多麻煩嘅情況出現咁樣。好啦，咁咧就你要知道咧，呢一個嘅即係大量嘅年輕人咧，因為咧打仗啊離開咗俄羅斯，我講咗啦，係會令到呢一個嘅俄羅斯個經濟係好大鑊嘅，因為新嗰啲人咧所 handle 到嘅技術啊性啲嘢，全部都去晒外國啦，唔願意翻去俄羅斯啦。就算咧而家和平來臨，我相信咧俄羅斯人咧都唔會有點樣翻去。咁西方嘅國家咧亦都唔會完全解除同俄羅斯之間嘅制裁。咁啊啲貿易啊，但係唔會同你買石油啊，剩嗰啲嘢咧，大堆做嘥氣啦咁樣。如果唔係變相咪資助你去打翻歐洲，所以咧大家而家已經以前嘅嘢就冇晒㗎啦。咁所以咧，俄羅斯雖然話佢賺咗啲土地，表面上係咁樣，但係個經濟或者係整體嚟講咧，佢而家要面對嘅敵人係太誇張，成個歐洲咁大，變咗對佢嚟講係仲更加難寸步難移啊！咁啊，俄羅斯咧，再嗰段時間做嘢咧，相對落後㗎啦。咁啊，普京啊落咗台之後咧，就到時真係要睇下邊一個人嚟上台，好容易咧，佢因為經濟條件唔掂咧，就要用翻呢啲20%嘅土地同翻呢一個歐洲咧交換翻佢哋自己嘅經濟，所以一定咧日後呢個情況咧好多變化，大家要小心啲要留意下。咁啊，好啦，期待咗呢一個俄烏戰爭停戰好耐啦，終於和平降臨啦咁樣。咁啊，無論點都好啦，我哋唔好中意阿 Trump，但係咧佢能夠帶到呢一個嘅和平，始終係一件好事嚟咁樣嚇。咁啊，祝福烏克蘭咧可以回復翻呢個平靜，快啲阿 Trump 啊壓迫到呢個普京簽咗個字，就大家咧就比較平靜啲啦。咁樣啊，好多經濟可以重新再恢復咁樣。停戰嘅話咧，好老實，我之前同我太太講過，我好渴望去呢一個烏克蘭去基輔睇下。咁啊，見證一下烏克蘭人堅強嘅意志。如果去停戰嘅啦，我諗我嗰段時間我就會準備去咁樣。咁啊，希望支持下烏克蘭啦，令到你經濟好翻啲，有我幫陣啊。咁啊，呢一個都係一個好現代嘅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因為咧咁近嘅戰爭咧未見過，我一生人都未見過，咁有機會去感受下。咁啊，亦都係即係同時要支持下烏克蘭人。OK， 好啦，你有咩意見咧？記住 mark 低啦，我哋仲要你嘅點讚同 subscribe。Thank you，拜拜。